那么曾经做不到的什么呢？曾经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利益一切众生的想法，心里有一切众生，因为最主要呢，一切大乘的佛教徒从皈依的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众生，皈依法就不伤害众生。那么不伤害众生的话，那就必须得要利益一切众生，不杀生。不杀生的这个同时也是要圆满的功德是放生、救生命那么这些来说的话，就是不杀生以外的，那么就是做了不杀生的这样的一个手持这样的一个戒律，然后这就是本身是一个更大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功德相同的，就是有更圆满的，那就是可以救更多的生命，布施给更多的生命所以作为一个大乘的佛教徒，那么在这个一切众生本来就是内心里面存在的需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名词，是在脑海里面都是会出现的。但是实际在行持的时候呢，那必须得要知道一切众生里面包含了是哪些人。所以我们在人生中的短暂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亲戚、朋友、亲人然后仇人、敌人等等，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所有的人类也好其他的动物也好，主要是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的，然后跟我们有接触的这些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动物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些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发心然后发慈悲心，包容他们的一切的情况下，那你的菩提心就是不存在了。那脑海里面不断的出现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那么一切众生是一个完整的，就像那个一个手，它有5个指模，对不对？5指圆满的一个手就叫一个手，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手。但是这个5个指模里面，就是如果是缺少了一个指模，那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手？那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手。它是不是手？当然就是手那是不是完整的手？那这样比起来那这个不是完整的手因为就没有一个指模，少了一个指模。所以一切众生里面，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你就今天呢，就是对他没有办法发菩提心，用慈悲心来包容他的一切行为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你的菩提心是不完整的。所有的众生里面抽出了一个众生，那就不是一切众生。菩提心没有说是多少个众生，它没有什么怎么说呢，那个分多少多少，或者没有分种类，也没有分数量，都是说一切众生。一切这2个字里面包含了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所有的一切众生里面呢，今天你不喜欢的人也在里面，你喜欢的人也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烟跟清这2者都是作为平等。为什么要作为平等？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修行人，我们是赞同认同因果的人。我们认同因果，我们都是已经认同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那么以这样去看，那这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逻辑呢？那么说明我今天的母亲呢，不一定下一世也是我的母亲我今天的母亲不一定只是这一次做过我的母亲，她过去也做过很多次的母亲，那以后也会帮我做很多次的母亲
相同的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在循环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分别说这个是我永远喜欢的人，这个是我永远不喜欢的人，没有办法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今生的对我最有恩德的这些父母，也许可能上意识是伤害我的啊，所以呢，今生呢就是就变成父母跟小孩的关系，所以欠债或者还债等等这种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肯定的说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敌人，永远没有永恒的一个敌人跟永恒的亲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轮回本身就是这样，就是在小朋友在玩一个玩具一样，没有什么真正的达到我们在大人看小孩在玩玩具的时候，这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一个结果嘛，也不会怎么说呢，那个实现出什么真正的一个结果嘛。所以如同这样，轮回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得到菩萨果位。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众生，一个众生变成一位菩萨的时候，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知道众生在做什么。众生本身是在一个虚幻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不断的在轮回，这样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在幻觉。那么这个幻觉有时候呢就是很好，有时候就很不好，但这些都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就是冤亲也是同样的道理，有时候是不喜欢，有时候是喜欢，这两个都是冤跟亲，也是很短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因果的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就是我们的一切呢，就是以在因果的里面，我们的一切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都是在业力因果在决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呢，必须得就能够可以解脱出去，达到菩萨果位，才是真正我们要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永远不能放下或者放弃的是什么呢？菩提心。自本作人